政府目前有限制14类的场所袂当免费提供塑胶袋啊，予这消费者。不过呢，环保团体调查有9成的塑胶袋啊，拢是来自一寡无受管制的所在，亲像是传统菜市啊、路边摊等等。目前是有98%民众支持禁止使用。环保团体除了呼吁政府爱全面禁用，也会当配合这粪扫的专用袋啊，取代塑胶袋啊，也搁一扣粪扫处理费的机制，减少塑胶袋的使用。130、130。来到菜市啊，侪民众采买了后，拢会赶几袋塑胶袋啊回去。根据看守台湾协会的调查，发现有91%塑胶袋来自传统市场、路边摊、早顿店甲餐厅，其中有71.6%的人会因为垃圾就甲撇掉。协会指出，民调当中有9成8的人支持全面禁用一届就撇的塑胶袋。因建议环境部会当伫全国性推动民众以粪扫专用袋取代塑胶袋，减扣粪扫处理费的机制，来减少一般塑胶袋的使用。至少先禁用餐厅、小吃摊、传统市场，把它加进塑料袋管制的营业场所。因为这些场所，他们的塑料袋是装食物，容易破损，那还不如说就套用2袋合一、2用袋政策进去，帮助民众说在转型过程中，慢慢的去减少跟店家拿塑胶袋，然后增加他们自备塑料袋的习惯。目前国内敢若双北甲台中、石冈登记实行用专用粪扫袋啊。国内粪扫处理收费的方式，其中以用水量去扣钱是上普遍的做法，但是侪民众在纳水钱的时拢袂去注意到。经过协会的调查，有逾8成的人愿意开2块以上去买粪扫专用的袋啊。伊嘛呼吁政府买粪扫袋啊，扣来的钱应该爱用伫粪扫减量。收费的钱呢，不应该落入商家口袋，是应该回到政府的手上，然后要多用于源头减量，而不是着重在末端的清除处理。虽然双北伫咧推动以粪扫专用袋啊，扣粪扫处理费，达成粪扫减量的效果是真好。不过，主妇联盟指出，袋的介绍敢若反映5至10%的粪扫处理成本实在未上俗，而且粪扫当年拢在增加。团团建议政府要反映成本，落实污染者付费，促进资源回收。记者卢尚如、张玉瑞台北报道。